今日係2025年嘅4月4日，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航程第1671日。快必呢有口信話4月1號收到3月中寄俾佢嘅一沓信。睇返 record 呢，應該係包括有 Silver 啦、Teresa 啦、阿生啦、阿康寄嘅復活卡啦、Jan 嘅信同卡啦，以及 Fan 嘅信。希望呢好快呢收到佢嘅回信啦。蕩失路嗰幾沓信啊，繼續喺銀河系流浪緊啊！快必未能一一回覆，請大家多多見諒，千祈唔好氣餒唔寫信啊！快必呢有寫信出嚟話，4個幾月呢喺石壁嘅生活，一切習慣晒啦。之前曾經擔心呢喺呢一個石壁啊，日用品啊，例如廁紙啊要配給啊，口罩啊、信封會唔夠用咁。不過呢，依家呢一啲擔憂一掃而空啊！唔知赤柱羅湖其他地方有冇因為財赤而物資緊絀呢？快必話呢，佢哋做運動呢嗰對其實係啡飯魚嚟嘅，唔係白色嘅。可能呢係襯翻套校服咁啦，都係啡色。雖然呢只係每日1個鐘頭嘅運動，但係呢啡飯魚好快爛，平均呢要2個月呢就換一對啦。可惜呢排冇新鞋着。另外呢，踢毽嗰啲毽呢又好易散喎。快必話呢，可能自己大力金剛腿太勁啊，踢1個星期左右呢，嗰隻毽呢就爛啦，又係冇得換新啦。唉，膳食方面呢，以前喺荔枝角星期日朝頭早呢，嗰嚿牛肉球啊，難食到飛起啊！但係呢度石壁嗰嚿呢，就都可以入得下口喎。不過星期六朝頭早嗰嚿豬肉球呢，就難食到飛起啦。上帝呢，俾咗個好食嘅牛肉球你，又會俾個難食嘅豬肉球你啊？調翻轉頭講都得。Anyway， 嗰嚿豬肉球呢，食咗一啖真係啃唔落啦，所以呢，星期六呢係食得最少嘅。不過唔驚，快必話呢，手上呢有人工買嘅小食啊、餅乾。朝早呢唔好食唔緊要，中午嘅粥呢一般都幾好嘅，仲會呢加埋2塊三角形嘅包啦，有時係牛油，有時係果 jam，OK 嘅。講到食呢，快必有封信啦，講佢呢同孤獨的美食家最近嘅對話，內容呢係咁嘅。先幾日呢，我講緊飲酒啊，船上嗰位孤獨嘅美食家呢，就有啲對我不滿啦，話我一味呢淨係講飲酒，唔講食乜嘢喎。孤獨的美食家呢話俾我知，有關佢呢發咗一個夢。夢入面呢，佢係一艘慢船上面，船開得好慢，真係好慢，慢到窗外嘅景物呢冇一絲嘅改變。孤獨嘅美食家由聽到城市嘅繁喧到野外嘅鳥語，佢唔係用眼見到時間嘅流逝，亦都唔係用耳朵去聽歲月嘅轉變，佢係用心知道時光一直向前，冇憐惜。以為過得快而快樂，其實所有嘅人、所有嘅生命，亦都快速咁向住死亡奔去。有啲人上岸，有啲人去咗彼岸。孤獨的美食家呢話喺夢入面不斷有人同佢揮手喎，揮手代表啲咩呢？叫孤獨的美食家繼續航行啊，定係叫佢唔好掛住嗰啲人呢？亦話揮手代表叫美食家呢快啲上岸呢？孤獨的美食家佢唔清楚嗰啲人向佢揮手嘅意思，但係呢就見到喺岸上邊呢有一圍酒喎，係潮州菜。我就問孤獨嘅美食家啦，你中意食潮州菜嘅咩？孤獨的美食家呢就話佢唔係特別中意，但係喺夢入邊就係一圍菜咯。我其實呢比較中意上海啊、蘇杭菜。我就心諗啦，孤獨的美食家同我一樣口味喎。我呢就問佢啦，咁你睇見呢一圍潮州菜有啲咩食啊？孤獨的美食家見到我終於同佢講食啦，之前嘅唔開心冇晒，開始呢侃侃而談啦。首先呢係頭盤，有鵝腸拼鵝肝、椒醬肉啦，滷水鵝件啊係有骨嘅，唔係鵝片，仲有滷水蛋同埋豆腐。我話正喎，餸就一流。
孤獨的美食家呢就話，除咗頭盤之外，仲有主菜㗎。主菜呢係大馬柚凍熱兩食，豉油皇吊桶有芽菜墊底，鹹排骨炆春菜，花甲肉碎煮蘿蔔，仲有胡椒鹹菜豬肚粉腸湯。湯啊湯啊！我4年幾冇飲過湯啦。食潮州嘢又點可以冇冷呢？有㗎，孤獨的美食家話呢，仲有蠔仔肉碎粥添。仲加埋水晶包同埋白果糊嚟做甜品。呢一餐真係食到飽到上心口啊！我呢就好好奇啦，問孤獨的美食家喺夢入面居然見到12道潮州菜，點解會咁清晰細緻發呢一個潮州美食夢嘅呢？佢呢就話都唔知點解，不過美食家呢就打算上岸嗰日會揾一間正嘅潮州菜館啊，叫一台咁樣嘅菜食。我呢就叫佢預埋我啊，仲問佢可唔可以加埋生葉絲音呢？孤獨的美食家好爽快答應，不過佢就話呢都要係2年之後嘅事啦。佢話2年之後邊個講得埋啊？我就同佢講啦，呢4年幾嚟每日上山你都捱過咗啦。西西弗斯嗰嚿大石正在落緊山㗎啦。美食家呢就問啦，但係你有冇聽過越近上岸時間呢就會越過得慢，日子越難捱呢？時間呢係主觀嘅，我知，而到底人係時間嘅主人啦，抑或倒翻轉呢，我都唔敢講啊！我忽然又諗起奧古斯丁對時間嘅論述。孤獨嘅美食家就話：點都好啦，到時我有美食，你有好酒，我哋一定要呢好好相聚一下。孤獨的美食家似乎唔係太孤獨，或者享受孤獨嘅人之所以可以享受孤獨呢，係因為佢哋都知道最後有一圍酒席，有一大班朋友以及所愛嘅人可以一齊慶祝。好快好快就到復活節啦喎！如果你仲未寫過信俾快必，唔好怕醜，唔好懶啦，買張靚靚嘅復活節卡，又或者呢寫封信同佢 say hi 啦。有時間嘅話呢，寫埋俾慢必都 OK 㗎，一樣可以寄去七姊妹郵箱嘅。寫開信嘅朋友呢，就唔好停啦，繼續寫。好耐冇寫過信呢，就快啲加入翻筆友嘅行列，因為收到你哋嘅信同埋卡呢，對快必嚟講係好大嘅支持同鼓勵。不過提醒一下，寫信寄卡記住呢，就唔可以有閃粉，唔可以有貼紙，唔可以用釘書呢，亦都唔可以係 3D 突出嚟嗰種。但係燙金燙銀嗰啲就 OK 嘅。來信請寄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